魔教教主沉寂多年，刚一现世，就要寻找圣女。黑落堂竟然不肯交出圣女！圣女是本座独霸武林的重中之重。如今圣女下落不明，魔教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黑落堂现在有我贾富贵罩着，哪个要抢圣女的，尽管放马过来吧！江湖上谁不知道，圣女的腋下纹着武林秘籍，得圣女者得天下。真的吗？假的了。